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好吧》。今日呢，你看那民族来到那个山那边那个，可是啊，这边唐共有一个剧团，我们牛栏河剧团，他们呢用猜题给你做猜题的故事，而且还有很大的头做他们的特征哦，都在给神奇呢。听下来你看哦。Hello， 团长你好。你好，嘿嘿。哇，你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有趣？怎么这么大的人头？对，这是我们牛栏河剧场的特色招牌。这是你们招牌，我可以拿一个来看看吗？可以，你看看。一开始怎么会有这个剧团的聚集呢？在关西第1届关西艺术节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社区剧场的产生。那时候我们就聚集了一堆对戏剧有爱好的人呢，就聚在一起。大家有共同的目的，要把客家的文化、客家的语言、把客家一些元素呢，让更多的人接受。所以呢，牛栏河剧场就这样诞生了。我们要教观众朋友讲客家话。今天我们教单字呢很简单，就是这个剧团4线的讲法就是叫做剧团。剧团，没错，剧团。我们今天啊还要带观众朋友讲这个，你知道练习的4线怎么讲吗？练习。好厉害！客家人呢，怎么这种气呀？因为我本来想说关西都是讲海陆腔比较多。另外啊，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挑战讲一整句话，那也给团长来教大家好了。就是欢迎大家来剧团看表演，欢迎大家来看剧团表演，好厉害！欢迎大家来看剧团表演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认识这个牛栏河剧团。你们被他们的这样子的行动很感动呢？他们用自己的专长来说出自己的土地的故事。我自己也非常的热爱他们所做的事情哦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认识新的词就要一起复习了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剧团，剧团，剧团。第二个呢就是练习，练习，练习。第3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欢迎大家来看剧团表演，欢迎大家来看剧团表演，欢迎大家来看剧团表演。欢迎大家锁定牛栏河剧团，记得去看他们的表演，会让你们找到不一样的感动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